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不仅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自在悠闲的生活氛围也吸引许多香港朋友想要移民到台南。根据内政部统计资料，到2020年底为止，有558位港澳地区人士涉及台南。来自香港的 Sin 和 Moni 在台南东区的小巷经营一间港式餐厅，他们在一次到台南旅游的过程中，被小巷幽静温暖的氛围所吸引，两人决定移民到台南。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愿意留在台南生活，更即将开心迎接第3个宝宝？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2017年差不多5、6月就计划就是过来，就到现在已经4年了。就一来这边不会经常下雨，对，因为以前去台北那边都下雨机会比较多，这边觉得下雨天气好的日子比较多。二来是这边的小店啊，会比较就是特色的小店，因为老屋嘛，我觉得如果我们也是想说开小店，觉得台南蛮适合我们这种小店，可以开自己特色的小店化。我们可能之前我们有去澳洲那个度假旅行，刚好有认识一些台南的朋友，我们刚来，他们也帮我们很多。刚来真是很多不知道不认识的地方嘛，他们也会很乐意的帮我，不会觉得我们很麻烦啊，很打扰啊。就算好像之后我们可能装潢啊，一些可能师傅啊，他们也会很乐意。经常我们也可能有东西啊不懂啊，小东西他们也愿意过来帮我们抽空帮我们整理啊，就是这种每一样的小事情加起来会让我们更喜欢这边。这边住的空间环境会比较大，二来是相对工作时间会没这么长时间工作，可以就算如果比如说我生小孩也是之后你要陪他们成长，因为我觉得这边可以多一些时间可以陪伴小孩成长。台湾也很多公园啊，很多这是亲子的地方，就算可能大的百货公司跟小店也会很多设备关心那个小 baby 啊或者孕妇啊。我会带他们去亲子馆啊，附近的公园。竹溪公园那边可以有一个小空地，可以骑脚踏车，也有滑梯。对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附近可以散步，那边有一个好像溪边那种，就是河边那种感觉，大家拍照啊或者散步也好，就是小朋友会喜欢在那边。台南欢迎每一位朋友，只要您想留在台南，我会尽力帮助你找资源。当你碰到难关，是否要来当你的顾问？大家一起努力哦，让台南成为实现梦想的好地方。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9月2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台南市有侪主办中华省城争议，各种反应，一拖就是10几档，不止阻碍地方的发展，嘛影响地主的权益。上午议会定期会开议，多位议员要求市长表态，到底市地中华是公办，也是开放主办？议会定期会开议头一天，市长委托顺利进行施政报告。不过，其实进前，议员将对店市伫市长热清的林内规定3公顷以上未当主办中华议案，纷纷表达意见。有议员认为现况是违宪甲人民争利，不过嘛，议员认为这主办拢产生诉讼纷争，造成地主权益严重受损，希望维持公办较无争议。除了要求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嘛要求市长表态，
到底是要停在团，也是徛伫民众这边，服务坚持做对的代志。违法就违法，我咧请到市长啦，外口我咧传的啦吼，即摆未当3公斤上买的团啦，你若搁年金了，你就要开哦，要开哦咩啦？要开哦咩啦？啊，你若讲说了，会开哦，对，咱咧办的。目前无这个叫的。你目前对你讲说了有计无？是讲说了会的啦，啊是咱市长的原则就是讲要市长改办医护品质啦。自办重划的争议比较多啦，是不是可以请地政局长提供目前台湾各县市关于自办重划以及试办重划各项争议问题，提供给本席议会的议员同仁来了解？因为台南市唯独台南市就是坚持3公顷以上不能自办啊哈，那这显然是违宪的，因为我们的法令规定没有这一项，这只是一个赖事条款而已。所以我觉得说你要报告的话，也要连这个评估都要评估进去。市政府来承办的话，是比较没有争议，比较那个品质会那个时程都会很清楚的达到。那自办的问题太多了，我个人也是在这边建议说，还是维持由市政府来公办。各其他县市为什么他们都会改为是公办？就是在自办的时候，就是很多伤害到地主，地主的权益到最后，地主到现在已经不要说10多年了，议员你讲的是正确的，都还在法院在跟当时自办的人在告。市长你应该宣示讲，在你的任内就是坚持这个政策，互大家有一个安尼遵循啦吼。当然，财团嘛要趁钱啦，百姓的权益嘛要维护啦。会中市长委特表示，伊拢清楚现况，嘛答应林内会好好思考。遵循我想爱听大多数的民意啊。那大多数民意，是说你讲咧做模拟，还有啥物要改进？我大多数的民意很主席，我相信是。是咧改市长的办，也要民间咧办啦。目前是拢市府办的。政府伫处理市地重要业务如何徛伫协助甲监督立场，除了处理公共设施，依照合理的比例，嘛互地主无吃亏。相信拢可验吴委特市府团队的智慧。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日前的东京奥运选手郑怡进顶台南子弟优秀表现，获多位议员提议将体育处升格为体育局。伫个议会定机会，因为体育处向中央争取9项经费高达1亿2000万的场馆征收案，互议员烦恼体育处的人力无法度负担，也再次呼吁台南市爱成立体育局。议会第6次定期会开议头一天，市府提请大会审议的电付款15案当中，其中9个案拢是教育局体育处所提，包括新营体育园区、市立篮球场、永康中校网球场等场馆的征收，算的总金额1亿2000万。虽然市府争取经费来建设是好事，不过嘛，议员相当烦恼，教育不是办教育，那一边的办建设，烦恼现在体育处的人力如何管理品质，甚至再次引发体育处升格体育局的心声。大家都很需求，也希望他能够关心，这是一个好事。但是我另外一个方面担忧的是，你面对那么多的一个新建案，都是教育那个体育处要处理，他们的人事分配，你有办法去因应吗？有办法去顾虑到他为了新建的一个品质的管理吗？你提出以2法公园做的，交他们就以公园会的人做的，我看起来哦，品质差真较济啊！要注意啊，真要做什么？但是讲啊，才300几万哦，我做安尼，500几万做做呢？尤其这工程遮尔大啦，伫咱体育处内底，咱的人力也不够，也不是做工程的专业人员啦，所以讲遮尔济经费，对这预算我拢无问题，但是后壁咱要甲工课做完整好势，这是重点。市长委特面对议员的顾虑，除了一句话交予专业来做，即体育处升格体育局，才强调未来市府会朝向充实人力方向，体育局嘛是选择之一。
未来咱得朝充实人力的方向走啊，体育局也是选项之一。这摆体育场馆的整修，对市区到溪南、溪北等9个区拢有，嘛算是将预算做到区域平衡。咱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进前北区新安社区争取到中央增减经费来兴建风雨球场以后，中西区的西湖公园嘛得到体育署核定973万，要来兴建风雨篮球场。议员除了要求市府加速工程的进度，嘛强调要为后续的管理维护把关，避免噪音影响到社区的安宁。因为各部体育署核定淡市西湖公园有973万将兴建风雨篮球场，市府配合看343万刷送议会审查，对了这项预算案，议员拢表达支持。不过对着工程的进度甲后续维护管理，在地议员纷纷表达关心。体育处的提案，但是未来管理上，局长未来管理应该是委由地方来管理嘛？只要是属于这种球场的话，就合约到我们的各区区公所去管理嘛。所以我想这个，因为其实它风雨球场新建之后，我想完工之后，在后续管理上的问题，我觉得也是要协助地方来完成。因为迄个所在和主体区是拢足接近，如果你若拍图拍到上嘛，那个社区很多都是老人家了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因的作息所以未来的那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部分要提醒。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你那个风雨球场的设计，那可能会改革一寡球你球是要算还是要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比较公平的考量，和在能够互助联盟的球场有去做扩大跟建设风雨球场，这边希望可以局长在协助我们体育处跟市场这边大力的把这个如此的基层去把它第一讲上。该因为未符纳入市府110年度总预算，教育局为了争取中央补助的时候，才请议会伫这摆大会同意升点付，期待工程伫112年会当发包动工。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全台第一间为了落实长照2点0的精神，所成立的社区型照顾中心健康小屋，伫台南市东区正式启用。健康小屋提供民众免费的健康检测甲咨询，而且也推动健康教育，照顾社区民众的健康。由南良集团投资的3S 健康小屋，为了落实长照2点0的精神，伫台北、承德、彰化甲高雄市的城市设立据点，为社区民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服务。现在台南的总店嘛，伫咧18里盛大开幕。剪彩仪式由南良集团总裁肖登坡、三优生健康事业董事长林昭亮等贵宾共同剪彩。希望3S 健康小屋未来以真爱大健康这个理念为出发点，照顾民众的健康。开建，掌声响起，祝我们开幕大吉。我一再的思考，我是要谨守的我原先的老本行，或我应该选择来做什么？这个是我当初对我的一个挑战。之后，我报告给大家，我选择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健康的基础的产业。3S 健康小屋创办人，同时也是三优生健康事业董事长林昭亮表示，3S 健康小屋响应政府长照2点0政策，透过健康小屋的设立，除了照顾社区民众健康，嘛会当推动养老敬老的观念。因为现在政府非常推动的是长照2.0，那我们希望能够去响应这样对我们的长辈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那健康小屋呢，它秉持的一个我们要去对长辈的扶持啊、守护啊，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人只要到了一个年纪，他最重要的不是只有健康的身体，他更重要的是要大家用一种养老尊老的一个方向来尊敬他们。对，那健康小屋当然是希望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来做更多的呈现。我们会
做很多的那个独居老人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拜访，还有做很多弱势团体的拜访。那甚至在我们崇善里的很多活动，健康小屋都会很积极的来参与。林昭亮指出，健康小屋的成立宗旨以实现长照精神，推动社区参与、健康促进以及延缓老化三大指标。因此，健康小屋除了免费提供尿生管、体重、血压以外，也将今日去社区提供行动义诊服务，并会邀请专家举办健康讲座，提升社区民众以及长辈健康品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原本应该伫5月份登场的112全国大专校医运动会，因为疫情延期，现主是疫情有控制落来，主办单位决定伫10月1号至5号再次启动比赛。这也是全台湾举办51年来第一届因为疫情停办，佮再度启动。2002年全大运选手代表这会冲向终点，用今5月份因疫情停办的全大运将要重新起跑。10月1号到10月5号将复办6项比赛，包含橄榄球、羽球、棒球、田径、射击、亚当等。主办单位各立成功大学克服困难，维护比赛，也展现出校方的决心和勇气。我们是50年的全大运历史上这个接办时间最短的啊，是少于半年的时间来筹办全大运，但是我们准时举行。我们原来要开幕的那一天，5月14号是40年前在成大的全大运闭幕的那一天，所以其实是一些非常这个历史上完美的组合点哈。但是我们也会是历史上50多年来半个世纪的全大运历史上，在最短的2天里面，必须面对台湾从防疫1级升到2级，再到3级的全大运。一路以来，我们在当天研办的声明稿里面，也承诺说，我们9月底到10月初秋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复办。副市长戴谦、教育部参事叶丁鹏也拢来到现场致敬选手祈福言，有祝比赛顺利。这个活动能够在这个时候又继续的在疫情缓和下来的时候，又这个继续的办下去，我对苏校长还有所有的这个参与今天的这个活动，大家的这个毅力跟坚持跟努力呢，表示12万分敬佩的意思。这一届的全大运，就如我们刚刚苏校长说的，已经是创下台湾全大运很多项的这个记录哦，很多的这个阻碍或是很多的困难，一一都在我们苏校长的团队一一克服哈。当然有很多亮丽的，我也参加过3次的这个记者会，包括我们圣火上太空、圣火环绕全台等等科技的，还有时间上，各位可以刚刚在苏校长所说的很多历史性的时间上衔接，都非常的不容易。包括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们是全大运第一个接旗之后，隔天执委会就揭牌，非常的不容易，也显现我们苏校长的执行能力跟魄力。全大运过了40天，转来到成大举行，为了圆满办好比赛，成功大学嘛做好防疫规划，取消闭幕典礼甲选手之夜，各比赛场馆精准计算人流，精彩赛事嘛有线顶直播，互关心赛事民众伫线顶就会当替选手加油。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除了有38个乐龄学习中心提供长辈学习以外，即卖也要透过电视，互长辈来学习。台南市政府举办乐龄学习影片的首映会，
市长宣布，为9月27号开始，每礼拜将有2部录龄学习的影片，伫第3公用频道甲 YouTube 顶面来播出。22号下晡，教育局伫市府内举办乐龄学习好 Play 的学习影片首映会，透过甲实体课程拍成影片的方式，伫9月27号开始，长辈会当透过电视也是手机啊，会当直接收看乐龄的课程。使用电视也是线顶的方式，嘛袂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到长辈因学习的机会。我们台南市的A1、A2 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很高，居高不下。我们是想了很多办法啊，其中分析了很多原因，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老人，他不管是骑机车、骑脚踏车、走路、开车，事实上都面临着危险程度不一的问题。那很多老人，譬如说骑摩托车，他不戴安全帽，就讲啊，我讲骑啊，甲阮兜都紧紧啊，骑奥多拜都唔免2分钟，啊，地上安全帽，这是交通规则的一个灌输也好，或者一个社会教育的形塑也好。我想说这个部分也很谢谢我们乐龄学习的各位老师，大家能够拨出时间，挖空心思，想出好的方式，来跟我们年长者来分享。第一个影片以交通安全为主题，市长表示，台南市老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真悬，常常长辈认为要去的所在伫附近，都无确实来遵守交通的规定，而发生事故。另外，课程嘛针对诈骗的议题制作成影片，希望会当透过线顶学习的方式，互长辈因会当更方便接受到经济正确的观念。诈骗案很多受害者都是年长者。所以说，我们每年我们台南市可以说防诈做了最彻底。我们不管是超商的店员，不管是农会的柜台，不管是银行，不管是邮局的，都已经是非常具有警觉性的。每个月我们都有开治安汇报，每个月的防诈金额都高达上千万。那我们都会讲说，宣传了那么久，怎么还有人上当？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人作为假冒他的孩子啦，所以他就会很紧张。所以说，对于这个部分，年长者的在希望说能够带给他们一些安全，能够守住自己的退休本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很希望，很谢谢各位老师的辛苦，能够让我们年长者能够这个快乐的终老。那快乐的终老、健康的终老很重要，除了自己的生活习惯，除了自己的安全知识，除了自己的财产安全之外，就是希望靠大家的能够教育他们，或者是不要说教育了，能够跟他们相处，能够传播正确的知识。活动的最后，市长嘛颁发感谢状来感谢所有老师，透过老师用心制作的课程，希望让长辈拥有更好的学习效果，让因会当活到老学到老。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